放不下。谁先把手中的棋子放完了，谁就赢了。这马上放完了，又吸回来了，漂亮，该你吸了。这不要赢了，剩一颗，中间最后一颗，调整一下方向，吸，放完咱就赢，没了。你赢。我说我先放，我先把手中的棋子出完，我就获胜了。对手一个不小心啊，手里边棋子吸的太多了，他就输了。这就是咱们的游戏规则。主播玩的就是咱们下方小册1号链接的雌狮对战棋。闲暇之余，茶余饭后呀，爸爸妈妈可以陪伴小朋友玩一玩这样的小游戏，劳逸结合嘛，缓解孩子的学习压力，享受亲子时光。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心啊，老少皆宜。